在大同中央酒店所訂定的優惠創作，攏是來自古利和合身心關懷協會所幫助的精神障礙者。協會除了期待一步一步擺脫社會對因負面的刻板印象，更進一步會當加入人群，打造咱攏同款的共融社會。根據了解，大同中央酒店舉辦13公益日已經邁入第19檔。從新的一檔開始，因在頂半年選擇要來幫助精神障礙者加入人群，讓大家吃好料，可以當做愛心。在去年下半年呢，2025年呢，我們跟台南市的關懷照顧協會合作，那總共募集了18萬的經費。那遲而繼續的，我們在2026年呢，也會跟我們古利和合作。那我們希望呢，在每個週3公益日的時候，歡迎大家來台糖長榮酒店用餐。那只要捐出小小的50塊，能夠照顧這些弱勢的團體。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呢，能夠發揮善心，我們拋磚引玉，希望來協助台南所有的弱勢團體。將使用這樣子的一個善款呢，用在我們的誤打誤撞的一個武術團隊，然後還有我們的逢場作戲的一個小劇團。那也歡迎大家就是在週3的時候一起到台糖長榮酒店來享用美食，然後一起做公益。13公益日除了成為企業的品牌，愛心行動更是持續傳承。就親像聖經所講，做佇上世人身上，就是成就上帝祝福。社會局長嘛特別出席，肯定企業丟無善款，支持要共興台社會福利團體。真歡喜，這個精神，安尼一步一步安尼行落去，一切的支持都代表我們自己心中覺得這些值得我們走下去，也代表我們足夠的力量，手牽起來走得會更遠啊。對今仔開始到6月30號，只要民眾到飯店自助餐觀看50塊，就當享有原價727的用餐優惠，做回來行公益，鼓勵你好好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